古今中外，東西南北，在邦心中。講古邦。咁就講完張惠妹咧，咁另一個就姓張咁。咁多人姓張嘅？嗱，呢個咧我哋叫佢咧有個名嘅，叫咩咧？東方不敗。東方不敗，佢子宮嚟嘅。唔係，因為我哋講咧成日台灣咧，我咪講過90年代咧，基本上咧唱片入北京嘅。唯一一個台灣本土歌手咧，即係張惠妹就之後，因為90年代未出啦。因為依位歌手其實80年代已經出到嘅。唯一一個台灣歌手可以仲係賣碟成日都係賣得咁好嘅。其實佢係而家台灣本土歌手歷史上賣碟賣最多嘅歌手。1300萬張。1300萬張啲啦。係啦，咁係啦。咁呢位咧，其實咧香港人會，其實香港會有啲人聽過，但係較為少人識。呢個又係歌唱奇人嚟嘅，又係，係啦。但係佢嗰種唱法唔係好似阿張惠妹咁唱，係啦，嗰種唱法柔啲嘅。咁咧呢個人咧，其實咧我咁樣講啦，其實咧其實佢好似鳳飛飛咁啊，嫁咗嚟香港嘅。哦嚇，係啊，又嫁咗嚟香港。因為佢唔住喺香港嘅佢住喺香港。好，I see。係啊。咁有奇怪地啦，我聽過一個故事咧，就話咧，因為佢近呢2年咧開翻演唱會啊嘛。佢個小朋友咧，即係一個10幾歲嘅哥仔啦。因為佢唔知父母成日同佢講，就話嚟食爸爸同佢講啦，就話媽媽以前幾紅啦嚇。歌仔唔信，歌仔唔係好相信。咁跟住之後咧，去完小巨蛋之後，我諗佢乜都信晒啦。哇！阿爸真係咁勁嘅咁啊！係啦，咁啊，其實咧佢有一個好多系列嘅歌㗎。咁其實咧佢最出名嘅系列咧就係咧唱徐志摩嘅詩，唱徐志摩嘅詩，唱啊輕輕的我走了，係啦，正如我輕輕的來。對，係啦，因為嗰時有幾套咧電視劇啊。嗱，有一套《徐志摩傳》啦。OK。即係幾套電視劇咧，仲有一套咧有嗰啲文藝式嘅電視劇，突然間台灣唔知突然間好紅喎，90年代。有一套叫《骨子紅》，你有冇聽過？冇啊。咁應該你未睇過啦。未睇過。係啦，咁《徐志摩傳》就直情有晒陸小曼，有晒成㗎啦吓，梗係有。咁呢個就係張清芳。張清芳，我哋即係而家到今時今日咧，你2010年咧，佢喺台灣開演唱會咧，都係秒殺㗎啲飛。即刻冇晒嘅。即刻冇晒嘅。OK， 大家都明白啦，因為佢實在係歌迷多，但係我真係唔多人識喎。你諗下，一個台灣歌手可以喺個本島裏邊賣咁多張唱片，仲賣隻都得嘅。係啦，咁你諗下啦，咁你諗下佢啲 fans 幾多啊？勁抽係啦，有啲咧仲要咧，尤其是以前啊讀書啊，90年代讀大學嗰啲啊，嗰啲哥哥仔，嗰啲妹妹啊，係最中意佢啲歌，因為佢嗰啲歌係好年青人嘅，好少女嘅，少女同埋文質彬彬嘅。OK， 即係文學氣息重啊！台灣妹係中意呢啲嘢嘅。係啦，嗰時啊 OK， 嗰時而家就唔係啦，而家兩件事啦，而家第二個故事啦。而家要中意柯震東啊嘛？係咪中意柯震東啊？中意啲唔同嘅嘢啦，等人講啦，呢啲就 OK。聽下呢隻歌。偶然，偶然本身就嗱原唱咧就唔係佢嘅，但係佢啊最後攞咗陳秋霞首歌唱，但係佢唱得好過陳秋霞好多嘅，即係永遠啲人記得佢唱就未必記得陳秋霞唱，香港人永遠記得陳秋霞唱嘅啫。因為陳秋霞係個音樂才華好高嘅人，但係佢講起歌唱水平，咁就如果真係要比對，就唔係張清芳個皮。OK， 好啊，張清芳偶然，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。一個真係好文質彬彬、文藝氣息相當重嘅歌手。不過咁我呢隻歌咧係唔似90年代嘢，唔似佢唱歌從來唔似90年代，唔似嘅。係啊，因為佢唱歌係佢唱好多歌咧，都係咧其實好有啲係好有中國味道嘅。譬如年後啊、出賽曲嗰啲好有中國味道嘅歌嚟嘅。啱呢隻就冇乜，呢隻就冇乜，但係呢隻就即係咧，你行出嚟文化氣息。OK， 係嘛？徐志摩嘅詩係嘛？仲有一首，其實佢唱偶然之後咧，仲有一首叫《再別康橋》，即係輕輕令我走了。再別康橋反而係就係徐志摩傳嘅主題曲，因為嗰時咧嗰時中視拍咗提煉嗰啲咧，哇簡直咧文藝到你都唔係好信嘅戲。OK， 大家睇我大家嗰時好多嗰啲大學生睇嘅喎，啲大學生都睇咁嘅嘢嘅嗰時。附庸風雅啦，係啊，附庸風雅啦，唔係咁佢又好睇嘅，佢識睇我哋，即係佢哋
個文學嗰個根基係好嘅，係好嘅呢個事實。算啦，即係我覺得今時今日啲大學生都唔識字嘅。OK。環球思維，香港本位，中港台。